最近成日聽到人勸食少啲豬肉同牛肉啦，嗰啲係紅肉嚟啊，唔健康，食多咗會縮血管。於是大家都轉去買雞肉同魚肉，好似雞同魚先係真正嘅健康食物咁。特別係對於嗰啲減緊肥、做緊 gym 或者年紀大咗少少，開始關注心血管健康嘅人嚟講，紅肉好似變成咗洪水猛獸咁，而雞肉尤其係雞胸肉，簡直變成咗每一餐嘅指定動作。我哋被呢個觀念洗腦洗咗太耐，以至於好少人會去懷疑佢係咪真嘅。但係今日我想話你知一個可能會令你大跌眼鏡嘅真相，你每日當做健康食品咁大量食落肚嘅某啲雞肉同魚肉，可能並冇你想象中咁健康。如果唔搞清楚入面嘅乾坤，你可能越食越病，身體裏面嘅發炎越嚟越嚴重，血管亦都更加容易出事。點解大家咁驚食紅肉呢？最核心嘅理由無非都係兩點：一係覺得佢脂肪太多，特別係飽和脂肪，驚食咗會肥，驚塞血管；二係覺得佢膽固醇高。歐洲權威嘅心臟雜誌曾經做過一項涉及60幾萬人嘅超大規模數據分析，結果確實發現食用肉類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之間係有關聯嘅。但呢度面有一個好大嘅陷阱。數據話，如果你每日食100克加工過嘅紅肉，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會升高11%，糖尿病風險升高27%。留意到未啊？關鍵詞係加工。加工肉係指嗰啲煙肉、香腸、臘肉、午餐肉。呢啲肉喺製作過程裏面，為咗防腐，為咗好養啲，為咗好食啲，加咗大量嘅鹽、亞硝酸鹽同埋其他添加劑，而且往往經過高溫煙燻或者油炸，令到血管受損、血糖升高嘅。好大程度上係呢啲加工過程裏面嘅產物，而唔係紅肉本身。如果我哋將目光放返喺新鮮嘅未經過深度加工嘅牛肉身上，你會發現件事完全唔係你想嗰樣。好多人覺得牛肉好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視覺誤區。我哋都知道橄欖油健康，因為橄欖油裏面富含單不飽和脂肪酸，對心血管好。喺牛肉嘅脂肪裏面有接近一半嘅成分係同橄欖油一模一樣嘅單不飽和脂肪酸。再講下嗰個令人聞風喪膽嘅飽和脂肪，係紅肉裏面確實有大概40%嘅飽和脂肪。飽和脂肪性質非常穩定，唔容易氧化，係我哋身體非常可靠嘅能量來源。無論你食嘅係豬肉、牛肉定係雞肉，佢哋裏面其實都有相當比例嘅飽和脂肪，並冇本質上嘅區別。至於膽固醇呢個更加係個大烏龍。無論你係食牛扒定係食雞胸，每100克肉裏面嘅膽固醇含量幾乎都係一樣嘅，都係喺80毫克左右。咁點解我要話某啲雞肉同魚肉可能並冇你想象中咁健康呢？呢個就要講到現代養殖業帶嚟嘅一個嚴重問題，脂肪酸比例嘅失衡。我哋身體嘅健康喺好大程度上依賴兩種脂肪酸嘅平衡， Omega 6同 Omega 3。Omega 6有啲似個搞事分子，食多咗會引起身體嘅慢性發炎，而 Omega 3就係消防員，負責消滅炎症、保護血管。呢兩樣嘢身體都需要，但關鍵在於比例。喺最理想嘅自然狀態下，呢個比例應該係接近1比1嘅。但係而家啲雞出咗大問題，現代化嘅養殖場裏面，雞係被困喺籠入面，食嘅係配合飼料。呢啲飼料通常係大豆、粟米呢類穀物整成嘅，這就搞到長出嚟嘅雞肉裏面 Omega 6嘅含量飆升，而 Omega 3幾乎少得可憐。如果你每日將呢種雞肉當正餐食，以為自己食緊健康餐，實際上
你係源源不絕咁將致炎因子輸入身體，佢可能唔會令你即刻發燒入醫院，但你會覺得點瞓都瞓唔醒，皮膚總是無啦啦生暗瘡、敏感、關節隱隱作痛，或者減肥點減都減唔落，甚至情緒低落。長此以往，血管內壁嘅炎症反應加劇，動脈硬化、血栓呢啲問題就會會上門。從微量元素嘅角度嚟睇，集約化養殖嘅雞肉營養密度亦都大大下降咗。我哋食肉唔單止係為咗食蛋白質，仲係為咗補鐵補鋅。牛肉之所以被稱為紅肉，就係因為佢富含肌紅蛋白，嗰個係補鐵補血嘅神器。特別係鋅元素對於我哋嘅免疫系統、傷口愈合至關重要。喺呢方面，牛肉嘅表現比雞肉強好多。如果你長期淨係食雞肉唔食紅肉，好容易出現隱性嘅營養不良、面色蒼白、手腳冰涼、抵抗力下降，呢啲都係身體向你抗議緊。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咁我唔食雞肉啦，我食魚總得啩？深海魚唔係最健康嘅咩？呢句說話只係啱咗一半。深海魚，譬如野生嘅三文魚，確實係地球上頂級嘅肉類。佢富含 Omega-3，能保護大腦、清理血管。但請留意嗰兩個字：野生。而家嘅現實係，我哋普通人喺超市平價日式料理店買到嘅三文魚，絕大多數都係人工養殖嘅。為咗令啲魚生得快啲，養殖場會高密度餵養，啲魚喺擠迫嘅環境裏面好容易生病，所以無可避免要用到抗生素同其他藥物。更糟糕嘅係，野生嘅三文魚之所以啲肉係橙紅色嘅，係因為佢哋食蝦青素大嘅，而養殖嘅三文魚食嘅係飼料，啲肉本來係灰白色嘅。為咗令佢睇落似野生嘅高檔貨，商家會喺飼料裏面添加染色劑，硬生生將啲肉染成紅色。呢種養殖魚唔單止 Omega-3 含量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因為脂肪裏面積聚咗毒素同藥物殘留，反而變成咗身體嘅負擔。咁樣喺呢個充滿陷阱嘅街市裏面，我哋到底應該點樣食肉？我哋要帶眼識貨，學識選擇，回歸最樸素嘅飲食智慧。首先唔好將某一種肉捧上天，亦都唔好一棍打死一種肉。真正嘅健康飲食核心在於多樣化同埋質量。對於紅肉，請放低你嘅恐懼，特別係如果你能買到草飼嘅牛肉，嗰樣簡直係完美嘅食物。牛食草大，佢體內嘅脂肪酸比例就非常健康，接近我哋祖先嘅飲食結構，既補血又長力，仲唔會引起發炎。即使買唔到草飼嘅，偶爾食下普通嘅瘦牛肉、羊肉，都比日日睺住啲加工肉製品嚟食要強10000倍。對於雞肉同魚肉，盡量揀散養嘅走地雞、野生嘅魚類。如果條件有限，只能買普通嘅養殖肉，咁樣喺烹飪方式上就一定要留意啦。呢個唔單止係食材嘅問題，更係做法嘅問題。哪怕係幾好嘅肉，如果你攞去裹上厚厚嘅麵粉油炸，或者整成重油重鹽嘅紅燒，咁佢嘅健康價值都會大打折扣。高溫油炸唔單止會破壞肉裏面嘅蛋白質同好脂肪，仲會產生大量嘅反式脂肪酸同致癌物，呢個先係血管真正嘅殺手。最推薦嘅食法永遠係清蒸、燉湯、白灼，譬如做牛肉燉蘿蔔或者清湯、打邊爐做雞肉、隔水蒸或者燉冬菇、做魚清蒸、淋點、豉油。這樣既能保留肉類原本嘅鮮味，又能最大程度鎖住營養，仲避免咗攝入額外嘅壞油同糖分。最後仲有一類肉係我要嚴厲警告大家，
千祈要少食，甚至唔食嘅嗰啲就係深度加工嘅肉製品。超市雪櫃裏面嘅急凍雞塊、火腿腸、煙肉、午餐肉、罐頭，仲有各種睇落好吸引嘅合成牛扒，呢啲嘢嚴格意義上已經唔可以叫做肉啦，佢哋係含肉嘅工業產品，佢哋高糖、高鹽、高脂肪，仲充斥住防腐劑、補水劑、增香劑。頭先我哋提到嗰個研究裏面，令心血管疾病風險飆升嘅罪魁禍首，主要就係佢哋。如果你為咗圖方便或者為咗慳錢，日日攞呢啲嘢打發自己同屋企人個胃，咁真係攞健康嚟講笑。如果你嘅身體感覺好攰、發炎、唔舒服，不妨試下調整下你嘅菜單，將深加工嘅香腸、火腿腸掉咗去，選擇新鮮嘅牛肉同羊肉，佢哋係優質能量同微量元素嘅寶庫。食雞肉嗰陣，盡量去街市買現殺嘅、散養嘅，少食急凍嘅速成雞胸。食魚嗰陣，如果唔肯定來源，唔好迷信三文魚，食多啲本地嘅細海魚，往往更乾淨。少用油炸，多用清蒸同燉煮。希望你能從今日嘅文章裏面到適合自己嘅食肉法則，將健康真正掌握喺自己手裏面，唔好俾嗰啲錯誤嘅養生常識變成你健康路上面嘅絆腳石。